RayuwaTv, a film series of white slices coming soon from RayuwaTv. 其实我不是孤儿，才故意隐瞒我，来试探我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因为一句谎言就跟你分手的话，那说明他爱你爱得不够深。一个敢撒谎说自己父亲死了的人，一个连血缘都不认的人，他的那些辩解话，你听都不要听。我不跟你说，你就不知道。你是因为爱我才跟我结婚的吗？我从来没有听你亲口说过呀。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？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李夏曦吗？你还是我爱过的那个江一斌吗？你就仅仅跟我说过一句谎言吗？我爸已经不在了。Keep watching RayuwaTv, you will see more. 妈妈呢？还在手术室吗？医生说她一直有心脏病。你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有心脏病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？唉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全力了。医生，什么叫做你们尽力了啊？RayuwaTv